了后呢，伊感觉讲吼，因为新秀就是迄个伊是内体活动咧教导个温柔，所以伊个温柔，大家拢感觉讲吼这个座位呢，非新秀的，非他莫属啊！因为大家感觉讲因为伊就是内体活动咧教导即个事情大家嘛讲就伊个意识、地位谈拢做好，所以就讲这个迄个新秀去做落啊，大家拢有即款想法，但是呢，咱讲上人有不一定迄个下人有上人上人有不一定，后面遐就讲过啊，每一个人即个见解不一定相信，但是咱一般人。未来嘛，拢有即款想法非善莫学，非水莫属但是修炼学的这条路，就是讲拄则电视嘛讲毋是真人修真人的道理，点面修的，咱咧修的道理，毋是安尼。看咱个人的即个心性有用功无？若讲讲修讲的无修，咱袂使伊。迄个上来咧看，有个人毋捌记个上，逐座伊毋捌记个，但是伊个见解拢见性，咱是无像即个逐座有，咱是，我是感觉讲咱就是感觉讲是修了迄个学当中，咱是感觉讲修学得做好，即条路非常不过，但是呢，伫修的当中，迄个见头的，是咱无用个去。就像拄仔听讲的，迄个见教，咱无大个专业无，就是讲这是该切磋广博啦，无咱饲的时阵，毋知讲咱的心见到对，咱就是一定爱喜欢关注者，咱若喜欢关注者，关照咱自己若安尼，咱有安尼，若讲见贤思齐，见不贤不为师，这看着咱好个。咱学习，看有人摆咱咧关心，看咱有安尼无？安尼时时一而再一而再安尼比较反复来对咱的心情会当安尼咱平安。所以呢，心情呢，看见这个诸问题呢，大家种时呢拢停伫咧所以呢，伊嘛想讲但是虽然伊无见性，但是伊个心性虽然讲无达到着迄个做见性的迄个做，但是人个学习的这个功夫，我嘛感觉讲心性嘛是一个修炼者。虽然伊见性伊无伫个做位，但是伊个不同做法，伊袂去接触来做。伊嘛感觉讲伊虽然讲得受着迄一寡但是伊嘛要讲袂讲去强求就对啦。无你看迄个六组迄个个得着五组生活了后，大家拢用咧对再咧对伊我感谢安尼，但是心受无所以伊尾仔嘛想讲，伊若要去听其补充来讲。伊个见解到倒一条，但是所以我也讲伊若想讲，若是毋知伊个见解，伊个心中会见解深较浅，所以伊听其迄个听其个意思是讲，是为着咧求法，若是求法就是先，但是为着咧得左面就是恶着迄个点。一般人我要大了这个座位修行，所以比较进退两难啦，因为呢，需求是无见性，所以他就来求，所以要做事当中，伊嘛是比较思路啦，不要紧，所以为了咱做一首。心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开入出。
为主家庭来，伊做手机虽然讲吼，比建设，因为五岛饭店嘛种，迄手机比建设，但是呢，虽然比建设，但是呢，咱还是照咧安尼收，就是讲咱显示部提收，咱就是爱深度明镜，咱来实时呢，爱求咱实时爱反转资料，实时生产，咱就是毋通去惹油咱是讲会当反转资料。那安尼咱自然点，咱的心情就是会渐渐提高这就是互一个心得分享所以咱就是问小可咱每一个人，虽然就是咱伫这个学习上，还是见解上无够遐，但是咱讲，咱只要有要修，有要行，做是做咱家己，毋是在做别人的咱讲讲心讲的，无修无的嘛伊就是个人食，就是个人饱咱无够，咱讲咱若要食要点，咱这条医院若坐久咱要治就无问题惊讲咱半途而废啦真正人生的这世间是足短暂的你像阿免子也后生50岁就转去49到50岁就转去人生在这世间上做家本钱一日过一日，敢是安尼？咱一定爱认想拄则，就是讲，咱来做迄个大义，做迄个大义，若安尼做迄个大义，咱上前要走拢无要紧就是惊迄个，咱做啊袂到遐时，咱就要使用嘛安尼。就上华进行，实在咱迄个讲进行迄阵4步有重要的先讲我的人生到此就要结束了嘛，但是咱要去面对，结果迄阵去处理迄个检查是讲，你这会长伫我心中遐有重要的，讲安尼好做册计，虽然讲要看好啊，若摆私人店，但阮袂讲你茫，你搁北京看卖，所以互我搁去先来看嘛，讲你这无动了因为这 X 光片咱看无，搁做断层扫描，安尼，结果搁去先来找迄个主任看，胸腔科这边看，搁做检验讲，你这无动了呢，安尼。但是偏偏迄个片我去这 X 光片无只有断层扫描，断层扫描是伫机理遐照迄个片过，因为迄个看咧照的时阵袂当讲连续照对啦，会当去做迄个断层扫描过去啦。结果尾仔讲伊讲无，尾仔我搁去找迄个机理的这医生，伊讲迄个你这嘛无，若有嘛无通遮好食的。所以咧看迄个做 X 光片有时咧判断哪有出来的所以咱就是讲爱做遐等，人等来迄阵来是而且但是咱就是讲安尼，迄阵就讲我一定爱精神的但是呢过了心就搁害开了去啦，就要是遐有迄个咱就是爱较正经的，咱是一定来做迄等是安怎讲会当做咱是一定来这样做，对，安尼我就不了解一下。对啦，很健康。叫不叫？改有关哦，叫不叫？健康。叫贵。静。伊无惊着啦，伊若惊着就袂食袂困。